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入待降节第一个星期一，12月1日，活水的河流。我们预备聆听。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敬前阅读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江河，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的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敬虔探求并深思。在耶稣的话语中，什么让你感到困惑或是喜悦？耶稣当时正在参加住棚节，也称为帐幕节。这是一个为期7天的节期，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在旷野流浪期间，上帝对他们的供应。旷野缺水，水常常是迫切的需要，因此节期中每天举行的一项礼仪专注于水。祭司将清水倾倒在祭坛上，水从圣殿流出，以此提醒众人上帝的供应。这一礼仪把约翰福音中的叙事连接到以西结关于水从圣殿流出成为大河的意象。耶稣来正是要成就以西结所见那是生命之水的意象。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耶稣高声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他定位自己为帐幕的是生命之水。他也高声说，正如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这里的高声一词暗示耶稣视自己为先知，正为一个新又特殊的恩赐开路。那恩赐就是他所指出的圣灵。旧约圣经中并无完全相同的文字对应到耶稣引述的句子，但鉴于背景是把水浇在祭坛上的仪式，并伴随
水从圣殿流出的意象，将耶稣的话连接到以西结那条所到之处皆有生命的河流，是十分恰当的。耶稣对口渴的人，那些渴慕上帝和渴慕生命的人，一一的邀请，戏剧性的宣告，在圣灵中活水的江河将到来，也就是那象征性仪式所指的供应。凡是渴慕并就近耶稣的人，都可以来喝是生命之水。你对这活水有多渴望？我们祷告来回应。主啊，是我这活水，并愿它成为活水的江河，不仅滋润我的心灵，也滋润我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阿们。活出顺服，相信、信靠耶稣，来喝。